阿姨他那面手狗是样子是帮啥？你没个你没认识？面手狗老啥你没呢？面手狗是样子是帮？是就那个穿啥花儿就那个花瓣上面。那花儿那上面手狗是样子是不是个人是要么贵呢？不过。哦。以前你那个那花儿，估计那个花儿都是中国大概是。哦。那啥一套那前人上啥上年嘛去那边过传说。前人是传的是当时，那南京北土黄库嘛。北土黄。哦嘞。哦。南京北土黄库嘛。好嘞。你可以压个日子听的，要么去那边过。压几个号就是从你再给去做过。对，要么去那逛玩。哦。就南京北土黄，你往个这老人是去哪没？我看是，但那是没那个，那还是得退不让哭都，得给压那个传衣服。都你们都阿姨最叫上你忙吧。哎，听都看见那些事儿往上。我看。听都那些事儿，都那门儿上上去嘛。啊，对，他那门儿上上去。去了看，去了看阿姨啥还是过去的。你天的吧？这是那是哪号去嘛？别个我不知道，最后你都知道。Oh, the old movie asked his home. He's as old as him. But I called him uncle. He didn't look as old. Yeah. He's younger. 那时候他吃的还有就是没得了。应该炖的。哦。80斤的一个吧还。哦。那还真的是最说你就比嘛，但你零件过我可以讲。哦，听说也那上年那前人是你这个这上年嘛去那儿逛完。你个人都还是就压给那个，南充年纪压这个89，听啥就从那号儿讲的。都是过去捐口活络呀，给好人80。要呢。去的这困啊。哦。到了啥就捐口好人找你，从那号儿找这个。阿姨从那号儿长啥子样子嘛？呀，给好人从你去那儿个过。阿姨从那号儿长这样子嘛？这呀，个这个去上那边个呢？从那是哪个来的？从那号儿啥都这呀给捐去，还是就南充年间都呀给活络到那捐去好人做。哦，听讲嘛，听讲嘛。这就挺大个意思不？传统他活络是到那一关，你给用去好人过。啊嘞，蛮样多，这个都是周家都是吧？这个都周家的。啊嘞。那民族话周家的。听的困到一关。啊嘞。阿姨们那些都你们个都肯定去做嘛，胡说不是？比没那样的嘛。好嘞，阿姨就你们个都生姜噻。好嘞。好嘞。没那样的话，一关14户人。14户啊。阿姨我那哈儿帮完。哎。搞这哦，手头不是别人逛耶。手头逛。手头是只逛完。逛。哦。但是你们都说那10几家在搞这还是一关一个家务队嘛。一个家务队忙完。好大爷，你那不是几个家务不？杂兴逛。杂兴逛完。就苦兴旺。就你2个妹。到时候就一关一个家务队忙。那这手头啊是特别是你个人单名字逛完，只把图密码没。你到了张家队，张家坪东西过，那是张家路、马家路。好嘞。你一家去嘛。好嘞。没，3期嘛都。哦，那该是听到还是手头逛吧，以前啥子子。逛。哦。万一你张家坪那栋去子不？啊。张家坪的那栋去子不？张家坪到一个那栋没了。一个那栋没。哦，那都要过存的该3栋绕没。一个没。你看也是前3那栋那啥人都是年张家坪年家弄死的过。弄去吧。听着弄死的。人都是年张家坪是年家弄死的。
02年弄查过，92年读着书，哦，读着1年弄查过02就。那一条就不是上班困就是那贝拉入库，你那个没有库，这个就是特贝拉是对上在平度赛，两个你贝拉是啷个？哦，二郎爷你都还是哪贵呢？二郎爷过。是这哪过嘛？哦，二郎爷你配位大个事儿别的关系。二郎爷配位，你都过啊，张家坪的这配位这宝贝的。哎呀，张家坪咱没有个杯呢。山上没有，但是罗圈看那种苦苦。青牛啊，养的罗圈看着就，用去咋个，跟着就弄到去南京的湖给收了啊。哦。这路还是那边上就湖给交没多了啊。好嘞。罗圈看了，欣赏你这他是挺查看的。好嘞。回去打那花湖嘛，那就用去就跟那个那么，他是南京。那种不就他是挺常看着，大年看着就。哦。没讲。哦，听讲。南子一个湖北讲的。南子是让你去哪里？波士顿。哦，波士华那个啥呢？哎，波士顿个华了。哦。这个南子是个大洲啊。哦。我也给南子很背呢。这南子这二郎也帮背。哦，南子二郎也华那个事儿讲完。帮背。我也该是这是没有个背呢。山是没有个忙完。山是没有个这个帮完。哦，你该是二郎也打个事儿没？华那个事儿没完。华那个事儿。哦。这以前你去南子了没？南子帮该是土个家伙。南子不叫土个家。哦。这南子这个二郎也帮，大年都帮。这啥也没拿山上那都是丢的。丢的。是丢啷完。哦。搞这丢的挺空也无难没那事。无难嘛。好嘞。但是呢，那张家坪那个这样空到后面有好帮的。哦。经过回收，马上这个全这个垃圾板弄的。哦。都空有不然就帮的。都讲个是穿上几个配头是二户。给他们查干那个东西讲究女性那个苦苦的叫嘛，这苦贵倒是。居家自个儿嘛，都打那个啥，床不都不干那个嘛，还是自己都干不都人。好嘞，听不出。啥床都不干那个嘛。那啥也白菜个这边呢，那是啥个这不？哎呦，这手机，看这个苦，不过是个平没两平。哦嘞。这嘎这苦没，嘎这苦没。嘎这床嘛。都那收拾啥？你那个这样没完还是？嘎这个听的是不是一个叫一个都一模，不是嘛？一个人可是一模可那几样。那不合适，听个人写中间你把头鬼哭这个词了嘛？好嘞。阿姨，他您都啥嘎着来没呢？您都听着，我是政府这到这58年，机车生产队都很多40亩。哦。都这样了，我后来回去不然真的。好嘞。要是有苦。都叫我就他大裤这个可能就跟去，把手机调弄他的时候，我这回上回去嘛，回头让给他去请这白点白了。好嘞。